迎接2026年总统府拄则伫咧6点半左右，也来举行这元旦的升旗典礼。今年是以健康台湾、团结守护做主题，有真侪民众到场来参加。新一点，看那个警力部署的非常多，就是国家跟就是警官们都辛苦了啦，对啊。然后就是说，这样参加活动有比较安心吗？对啊，蛮安全的就是你大概身边一个人就4、5个被包围吧，对啊，就也谢谢他们这样子。虽然今仔日这天气较寒，也阁有咧落雨，也毋过去参加这升旗典礼的民众有关是袂少，因为这代表拄则发生过这随机攻击事件，现场的安检也阁有维安是拢真严格。这间是由国内4大医护工会成员，也阁有极地超级马拉松的选手陈彦博做回来领唱国歌。另外，特别注意的是，除了立法院长韩国瑜以外，这届国民党也是让真侪党，搁再去到总统府来参加元旦的升旗典礼。这是由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亲身来参加，也让人感觉讲，那像是咧表达善意。